继续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继续受风台加外围环流的影响。不过日时各地风雨会明显转和，但是西半部也有阵雨。北部地区加中南部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。咱来看分图。今日气象署针对全台10个县市发布大水雨特报，高雄山区也有局部大水雨，甚至是超大水雨。苗栗、台中、南投、嘉义、屏东的山区也有局部大雨、大水雨。也那苗栗以南、花莲、澎湖、马祖、甲宜兰、台东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。也那拜六礼拜虽然讲风台有较远，不过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，这方面的北部、东半部也是有雨水。其他地区是热云到好天的状况，南部地区、中部山区要注意过头的阵雨。虽然讲脱离风台，但是今仔日出门要注意倒去的路树，也有看板等等。山区也要注意土石流等等状况。